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话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比咱来开讲几句俗语话，亲像讲，人咧形容讲一个人无意中呛死的，呛死的这日本话啦吼。意思讲，拄好搭着好机会，毋是靠家己实力，毋是靠家己功夫的。甲鸟鼠有牵连俗语话一句讲：青眉鸡去啄着死鸟鼠。就袂说讲，敢若人故事伫咧流传，讲武松去到景阳冈，本来是咧困倒，伫咧山顶困倒啦。结果一只蠓安尼飞来到伊的边边，伊手举起来要对蠓甲扒落，陷落迄个啦，手举起来迄个，拄好去扒着一只虎啦，虎要来甲咬你，扒落去了后，武松人精神，看到虎死分去啊，就大咧甲整，大咧甲木，安尼真正去拍死虎，啊，毋真正好运的咧。高乐天咧广告咧讲笑的啦。啊，毋过青眉鸡啄着死鸟鼠，就是国生头拄仔咧形容，毋是真正靠家己功夫的啦。吼，亲像讲，咱有当着啊士大人，一张较古早迄个50的开无了，夹伫咧桌仔顶，结果时势去看着讲，哦，即张50的网络一个查，拍卖，捌拍卖到500的，有够有价值的。结果摕去探听尔，哇，即马无500的价销，已经败市，已经落价啊啦。吼，另外一句俗语话就是咧形容，甲鸟鼠有牵连的，讲珍珠藏甲变鸟鼠啊屎，你就知影即个收藏品，即个艺品价销波动，浮沉沉，起落，所以50会当变500，有毋是无？但迄个时机人过啊，即马都无咧差即项啊，珍珠藏甲变鸟鼠啊屎啊，甲鸟鼠有牵连俗语话，即句就是咧表示啥？就是咧表示讲过时未来日，已经过了迄个时，就无迄个价值咯。啊，当然啦。你若讲真正伫网络安尼共问讲吼，啊，即张吼较早我捌探听，人讲已经有材料拍卖到500，结果即摆敢若无迄个价销，就我网络顶头的网友，就甲你闹话呢，讲50收100收，迄毋是咱要甲你收，迄是鸟鼠靠鸟加自卑啦。当然，我毋是咧讲口说，是咧举例咧讲鸟鼠的俗语话，有几落句。啊，若即句鸟鼠咧靠鸟，咱就想到讲孔明3气周瑜，孔明甲周瑜跋头壳，已经1摆去2摆去，哇甲气死啊！孔明竟然有才调去到周瑜的陵前去读祭文，去甲表示讲恭敬啊，恭敬！你死我无判，这就正是鸟鼠靠鸟加自卑，俗语话真奇巧，真趣味。